欢迎收看《台语真能动，愈讲愈能动》。大家好，quyền邊。大家好，我是小杰。花蓮地動到今嘛吼，已經過2禮拜外。有一寡即擺地動有淡薄較食力的一寡物件，就是因為迄個太魯閣迄個所在有一大片的山吼，伊攏就是安尼，迄個山崩。缀着一寡迄個遊客。即擺吼上食力的可能就是超級人員，因為伊愛佇迄山崩的迄個石頭內底找着一寡互缀佇頂懸的佇內底遊客。最做麻煩，而且伊嘛愛一邊顧慮講吼，迄山崩的迄個情形，敢會繼續崩落來。是講吼，咱關心即個山區的災情，嘛是愛翻頭轉來關心一寡大樓起的情形。譬如講，佇花蓮市區的即個天王新大樓伊即屆就是拆除的進度，就是延前幾6天安尼。相信吼，原本住佇咧大樓的遐個鄉親朋友伊即馬吼去受到佇咧大樓迄款較懸的樓吼，伊咧海來海去的情形，應該嘛是足驚的。佇台北都足驚人。阮兜住佇10樓，我迄時陣去互海甲情形安尼。毋過吼，就是咱講到這，就是要來甲大家探討一寡即個地動的時陣的風災地形安尼。是，風災的時陣上重要吼，你著愛準備一個風災的卡棒。是。風災的卡棒內底你愛炸啥？上重要就是講吼，咱地動的時陣，咱其實吼。你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講吼，你咧地動的時候，你一定要準備一個卡棒，卡棒內底的物件攏地好好。哦，你平常時都愛穿落好。水罐的咱隨走內底放一寡日常的生活用品啊，即佇咧內政部消防署伊的網站頂懸，伊攏有寫好清楚。對。即個卡棒吼，上好是迄款會使排佇咧肩胛頭的兩邊安尼。你排時陣，你就是雙手空，就是會使摕來做別項代志。像講這地仔內底愛地啥？第一個就是愛地一寡，一定愛地一寡食的。嘿，譬如講吼，會當啉的水啦，餅啦，巧克力豆泡麵、真空的素食食品，才會使互你足緊補充力量的物件。若是你是恁兜有紅嬰仔的家庭，你就愛傳一寡麵粉是講罐頭的副食品愛傳柳珠愛傳迄個艾根，互只紅嬰仔較袂去受到傷害安尼。還有愛炸啥？油燈、麵仔機啦，無就是豆漿、刷布，一寡你可能逃難的時陣，你可能會拄着受傷，你需要用到的這個物件。還有譬如講吼，濕紙巾啊、衛生紙啊，這日常你需要用到的物件。是。佇咧保暖的部分吼，就是你愛穿可能一個薄外套，穿內衫、襪手襪是講若是有落雨，是有水，你就愛穿雨衫，愛穿毯閣有燒落包，閣有一個困地安尼。閣有一項物件，你無一定愛放佇迄個包包內底，毋過你愛隨時甲準備好，穿好。譬如講身份證健保卡啦，閣有寄金簿啦，就是伊個存折。閣有另外一項，就是講你會愛穿一寡藍衫。對啦。藍衫較好用啦。你拄仔講到避難着，即佇即方面，就想着愛穿迄款筆仔。風災地圖，閣有迄個6手電電池來大遮的，閣有就是你有用電器，所以你就愛炸迄款行動電源，是講充電線安尼。是逐個人攏愛有一個風災的卡棒。這最重要。所以這你準備這風災的卡棒的時候，你就愛去注意講你到底是當時穿的。因為你可能半冬檢查一擺，較袂講這個物件過期。你歹出去的時候，哇，煞無法度用。所以隨時半年看一下你這個風災卡棒，嘛是足重要一件代志。對，較袂要用的時陣無通用安尼，餅袂當食安尼。對。毋過，閣有一個吼，阮佇咧遮要甲大家培養一個觀念，就是吼，較早咱攏會講保命三角。對無？毋過迄其實是無效的，就是咱較早攏會強調講，你地動時陣，你著愛去找可能一個家具是拄你邊一個空間美的遐，你地動時陣著有一個三角會使保護你，你著袂去受到傷害。毋過其實佇咧地動時陣，遮個拄遮個家具嘛是有可能因為地動害。對了。對，安尼放落來，是講甲人安尼錢着安尼，所以較正確的避難方式吼，其實是講你愛緊拍落來，去找着倒的骹，去換好。等迄地動暫時停的時陣，你就去走去外口較寬闊的所在去避難安尼。雖然這道地動的規模吼，
啊个死伤的人数无921个围观大楼迄个时阵遐尼严重。嘿，主要是因为吼，咱921地震了后有修过法，建筑的强度、耐震的程度就变较悬。毋过吼，你要提升迄个建筑伊的安全性吼，就会拄一寡问题。就是讲吼，有一寡厝，有一寡楼啊，伊可能是921进前起的。啊，921进前起的，伊就无含法规无关系。啊，伊即马就是爱透过一寡途径，去甲迄个建筑的安全性变悬。拄着地震的时阵，较袂讲安尼摇，伊较有互你的遐时间会当去动啦，去甲走过啦，就是去导览啦。对。所以吼有当时啊，这途径就搁牵涉到一寡情形嚟讲吼，居民伊的权益。可能唔敢搬。是，就感觉伊这权益无够，伊就无想讲要互政府直接去做途径。所以最重要就是政府伊爱协调好迄个居民遐较危险的大楼，伊的居民的权益爱顾着。佮会当顺利途径。这是政府爱去做，咱平道是讲吼，希望讲咱会当甲这两方的权益，这两个代志拢甲做完。这开始保护人民安全最重要的代志。是。安尼好，这时间继续看第二集连档，拜拜。